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拍七岁，台语安尼写拍七岁。华语的触眉头，台语讲拍七岁。农历过年是台湾人真重视的节日，老一辈时代都惊会拍七岁，所以有一寡禁忌，像讲袂使扫涂骹，讲会甲钱财扫出门，搁来赶走着财神爷。涂骹若真正真垃圾非扫不可，就要为外口甲扫一摆，表示甲钱银扫入来厝内。过年时啊，弄破碗嘛会拍七岁，弄破碗代表破财破运真歹结掉。赶紧来讲一句岁岁平安，岁岁平安，会当化掉。过年若冤家相骂，讲会带岁一年冬。过年应该着好气生财，加讲一寡吉祥话，才当为新的一年带来好运。另外，佫像讲欠钱袂使欠过年，过年时啊，尽量莫走病院，莫加指甲加头毛，莫摕针线。讲过年哦，望这个尖尖来的物件，代表家长财运甲好运。若到初五过开，过年的禁忌破除，就会当来清本数拼环境，各大店家公司行号正式起股开工。这个拍七岁的七是白话音，文音读促，像感触、接触，还有一个音达。咱顶回有介绍过，达田一达久啊，运达达。今仔日的台语字拍七岁，实在真趣味。